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矚目買賣成交。11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大約80宗，按月上升53.85%，按年上升233.33%。成交金額大約40億2588萬，按月下跌48.65%，按年上升25.83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11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大約450宗，按月下跌4.86%，按年下跌0.44%。成交金額大約3730萬，按月下跌11.88%，按年上升8.23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11月份，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2.53%，按月上升0.01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0.15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11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5.04%，按月冇升跌，按年上升1.38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11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中環美國銀行中心37樓全層連花園平台，面積大約10500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2億10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2萬元。第4位，中環美國銀行中心36樓全層連車位，面積大約13880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2億47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17800元。第3位，中環中心52樓全層，面積大約25695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5億6529萬，平均尺價大約22000元。第2位，尖沙咀堪富利士道1至2A 號全棟，面積大約58584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7億90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13485元。第1位，灣仔中國華容大廈全棟，面積大約95515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11億60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12145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